試考得差咗，又或者同學仔本身讀書都唔係特別叻嘅話，咁喺香港仲有啲咩選擇啊？咁今集咧就係同大家咧分享少少。咁我哋咧入面介紹嘅所有院校啦，或者資訊咧，我哋都冇收取任何廣告費用㗎，純粹係收集咗一啲資料咧俾大家參考。咁其實同學仔都係諗下你第時嘅方向係啲咩？如果你係想升學嘅，咁可能你就留意多少少唔同院校嘅資料。咁如果你話想學技能嘅，咁原來坊間咧都有唔同嘅機構啦，或者係有啲課程咧提供俾我哋。當然啦，如果你話想出嚟做嘢喎，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服務俾大家，可以支援到你哋㗎。首先第一件事，我哋要認識到乜嘢係資歷架構。咁其實咧，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可以俾大家進修。咁唔同嘅課程咧，其實佢嘅資歷架構亦都唔一樣。咁所以同學仔咧，你喺讀唔同嘅課程嘅時候，都要留意翻究竟佢係屬於邊一個嘅資歷架構。其實係可以去翻資歷架構嘅網站咧，有一個資歷名冊可以查詢㗎。而學友社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嘅資料俾大家參考，大家都可以上學友社網站咧去揾更加多嘅資訊。提到學友社咧，咁其實佢都係一間專係做一啲升學輔導嘅機構。咁其實佢哋每年都會出唔同嘅小冊子咧，俾大家了解咧最新嘅狀況。咁譬如同學仔如果想知道，咦你完成咗中三之後，又或者你讀完中六之後，究竟有啲咩出路？咁其實咧入面都好清晰話到俾大家知，原來係有唔同嘅選擇。有疑問咧，咁其實係可以打去學友社專線度問啦，或者可能青協咧，亦都有一啲嘅服務俾大家去查詢嘅。嚟講啦，我哋讀書嘅時候，學校都會同我哋講啊，你讀完中六之後咧，就要讀大學㗎啦。咁其實讀大學最基本嘅要求係啲咩呢？咁可能就係33222嘅成績。咁當然啦，我哋都要好視乎翻每一間院校同埋佢每一個課程嘅要求。咁其實我哋 DSE 嘅成績咧，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咧去讀唔同課程。咁譬如如果同學仔佢有一啲科目真係唔合格喎，或者佢攞咗1嘅話，咁其實可能就要讀資歷架構3嘅一啲嘅文憑。如果同學仔全部啱啱好合格，但係又冇33222讀大學嘅話，咁你就可以選擇資歷架構4嘅副學位，或者可能係高級文憑。而你讀資歷架構5嘅一啲學士學位嘅課程咧，其實咧我哋就會由平時所聽8大院校啦，由政府資助嘅一啲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嘅自資課程啦，由香港都會大學去舉辦。咁除此之外咧，政府亦都咧近年咧會舉行一個 SSSDP 資助計劃。咁其實就係包含咗一啲嘅課程咧，係好適合同學仔去讀啦，而佢都會有啲資助俾你。而呢一啲嘅課程咧，其實都係近年政府咧或者我哋香港咧比較需要啦，或者比較重視嘅一啲嘅工業。資助咗咧一啲學士學位嘅課程啦，係俾同學仔咧係修讀一啲 SSSDP 嘅一啲課程。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咦，我真係失手喎，我差少少先讀到，但我又好想讀學士學位，點算呢？咁其實咧，坊間仲有其他嘅學校，可能係一啲我哋未必成日聽到嘅院校，咁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有舉辦好多學士學位嘅課程。咁如果同學仔你真係好想去讀一啲學士學位嘅話，咁其實你都可以留意下唔同院校舉辦嘅一啲課程。真係爭少少喎，可能咧我成績只係得22222，我中英文冇3，唔能夠直接咧讀學士學位嘅話，咁其實你都有其他選擇。咁其實咧高級文憑同副學士有啲咩分別呢？高級文憑咧可能就會着重一啲實用性比較多啲啦，可能係啲技能啦。同學仔可能讀完之後咧，可能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嗰個嘅實用性會高啲嘅。咁但係可能副學士咧就係着重一啲學術成績多啲啦，咁就同一啲理論啊、知識嘅基礎啊比較多少少嘅，咁就係有助同學仔，如果你之後想讀翻上大學喎，銜接嘅時候咧會再做得好啲。同學仔如果想報讀 Level 4嘅課程咧，你可以喺 EAPS 嗰度咧預先報名啦，又或者咧去翻每一間院校嗰度咧親身去報名都可以。而提供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院校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咁其實咧，平時我哋聽開嘅大學啦，原來佢哋咧都有舉辦一啲嘅專業進修學院，俾大家咧去報讀一啲嘅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副
副學士同高級文憑呢，原來佢哋亦都有 SSSDP 嘅課程，咁同樣地呢，都係政府資助。咁所以如果同學仔你咁啱你讀開嗰科係有政府資助嘅話呢，咁可能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學費嘅問題。都會有同學仔有一啲情況出現咗，真係有一科一咗，或者我全部都唔合格喎，咁點算呢？咁其實呢，我哋亦都可以讀 Level 3一啲嘅文憑課程，入面呢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課程啦，例如一啲建築、藝術、酒店、美容，都係一啲咧比較實用性高少少嘅行業啦。咁同學仔可以按照翻自己嘅能力同埋興趣咧，報讀翻相關嘅課程。基本上同學仔只要你完成咗中六咧，就可以報讀噶啦。而應用教育文憑咧，亦都有好多院校提供，咁所以其實咧選擇亦都非常之多。同學應用文憑咧，其實佢亦都需要修讀中英數。咁當然啦，佢未必會好似我哋中學要求咁高，咁但係一啲基本嘅知識咧，我哋都需要學習。咁而佢多數咧都係全日制1年或者兼讀制2年內就可以完成，咁所以同學仔咧就能夠喺短時間內咧就可以攞到個文憑啦，然後咧你就可以繼續選擇升學或者出嚟做嘢。聽得最多咧，可能就係 VTC 啦。咁 VTC 入面咧，其實係包含咗好多唔同嘅課程啦，無論係中三去讀或者中六去讀，咁其實都有一啲咧適合同學仔嘅課程。咁而佢亦都有文憑啦、高級文憑、學士學位嘅課程俾同學。都有唔少嘅院校咧係學一啲嘅技能，譬如可能中華廚藝學院啦，咁同學仔可以喺入面咧學煮嘢食或者整甜品。香港建造學院啦，同學仔咧亦都可以喺入面修讀一啲嘅文憑咧，日後咧喺呢一個嘅建築界啦去發展，係免學費有津貼添。點解資歷架構咁重要呢？就係同學仔第時升學嘅時候咧，你要留意你嗰個嘅方向。原來我哋讀完 Level 3嘅文憑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銜接上去 Level 4嘅副學位啦，同埋高級文憑，就可以繼續銜接上去讀 Level 5嘅學士學位。好似呢一個例子，可能我咧會喺明愛社區書院嗰度讀咗1年應用教育文憑，咁然之後咧我就會繼續讀上去2年嘅高級文憑，咁最後咧我就再讀多2年嘅學士學位。咁原來咧其實我都只係用咗5年時間咧就可以完成咗一個學士學位啦。讀完一啲嘅應用文憑啦或者高級文憑之後咧，原來出路同選擇依然有好多。政府咧亦都有一個持續進修基金咧，俾每一位咧年滿18歲嘅香港市民。咁其實咧，我哋每人都會有25,000蚊嘅資助啦。咁你可以咧去修讀一啲嘅課程，或者本身咧你讀緊嘅一啲課程，有機會咧都可以用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咧作為一個津貼去資助。咁如果同學仔咧你想發展多方面嘅才能咧，咁其實可以喺入面咧報讀唔同嘅一啲嘅課程啦，你當係興趣班又好，去進修自己又好，咁咧都可以令到你咧可以有多方面嘅發展。如果同學仔本身咧比較活潑好動，又想喺運動方面發展，咁其實咧你亦都可以去讀一啲歷奇導師嘅課程啦。咁就係本身對一啲嘅歷奇活動啦，或者一啲戶外活動有興趣咧，其實都不妨可以考慮。而 ERB 咧，亦都係我哋常聽嘅一個機構咧，去提供一啲服務同埋培訓俾我哋。咁入面都有唔同嘅課程俾大家去增值自己。而坊間亦都有唔少嘅團體咧，其實咧係會舉辦一啲嘅課程啦，同埋培訓俾大家。只要大家留意多啲咧，其實就會揾得到噶啦。出到嚟做嘢啦，咁我哋揾工嘅時候可以有啲咩途徑揾得到呢？除咗我哋平時睇一啲嘅報章或者雜誌之外，咁原來坊間仲會有好多招聘會啦，或者我哋上網都可以揾得到。咁當然啦，成日都話識人好過識字，有機會親友都會介紹到啲筍工俾我哋。咁記得簽約嘅時候咧，要望清楚啲條款，要保障自己啊！跟住咧，亦都有一個展翅青見計劃，咁係專係為咧15至24歲嘅一啲青少年咧，提供一啲培訓啦，同埋幫佢哋揾工嘅。咁如果同學仔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再留意多啲。另外，亦都有展能就業科，專係為一啲可能有殘疾需要嘅朋友仔啦去揾工啦。咁所以如果同學仔有需要咧，都可以去留意一下㗎。其實
政府咧亦都俾咗唔同嘅一啲嘅資助津貼咧，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或者僱主。咁所以如果咧日後你哋揾工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相關一啲嘅條款。而坊間亦都有唔少嘅社福機構咧，係做一啲就業輔助嘅機構。咁如果同學仔真係好有需要喎，特別係 SEN 嘅同學仔咧，咁其實都可以咧去相關機構啦，揾翻一啲嘅社工啦，陪你一齊揾工嘅。坊間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服務啦，或者計劃咧，係協助一啲咧 SEN 嘅同學仔咧，無論喺呢個生涯規劃啦，抑或就業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嘅支援俾我哋。當然啦，講咗咁多，又升學又做嘢，咁究竟點揀呢？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唔一定咧，人生咧得一個選擇或者一個方向。其實我哋可以多方向發展，而且喺唔同階段亦都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其實我哋可以同一時間又讀書又做嘢，或者我選擇我返 part time， 但我又去參加興趣班。咁其實唔同嘅組合都係由你自己去決定，你嘅人生係由你話事㗎嘛。所以無論你想幾時讀書幾時做嘢，咁都係由你自己去安排。係讀書定係做嘢都要諗下，咦而家嘅科技發達，其實我哋會唔會被 AI 取代呢？咁呢個咧都係我哋要諗嘅地方。始終呢個社會不斷去轉變，我哋好多時咧要跟上社會嘅步伐都唔容易㗎。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下，究竟我哋可以喺呢個社會上面有啲乜嘢嘢係我哋做得到或者想做嘅呢？最後啦，俾翻少少嘅 tips 大家，就係咧我哋嘅心態決定境界。只要你相信自己咧，你就會做得到㗎啦。同埋多啲欣賞自己嘅才能同埋強項，善用自己嘅性格。最重要咧就係加強我哋嘅適應力啊！因為頭先都提到社會係不斷轉變，我哋咧要學識咧適者生存。最後就係識人真係好過識字啊！咁所以咧多啲同你身邊嘅朋友仔啦，或者係一啲師長咧去交流多啲，等佢哋咧分享多啲嘅心得啦，話俾我哋知點樣可以做得再好啲。咁最後咧，希望咁多位同學仔咧可以咧無論喺升學啦定係就業方面咧，都揾到自己想做嘅嘢。